别扭，阿玲是我的随心肉，西湖大娘侬是我的随别扭，随心随别都是肉，老太婆杀飞的那2块牛。叫声媳妇我的肉，心肝肉来宝贝肉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老太婆舍不得那2块肉。一听到这个唱段，喜欢粤剧的朋友一定会感到特别熟悉和亲切。这段堪称粤剧老旦行当中唯一脍炙人口的流行金曲，早已深入人心，家喻户晓。他的演唱者便是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周宝奎。人家走上艺术道路的辰光呢，是爱好粤剧或者爱好各种文艺啊。但我当时走上的辰光，确实呢是家庭贫困，没有做事情了，没上线了，是我带我的兄弟到那个外婆屋里向去。到外婆屋里去嘛，正好是吃中饭的辰光。我心里头倒是想去吃中饭，但一跑进去呢，舅妈讲了，吃饭的辰光嘛来了。可我一听呢，我觉着舅妈不是哪能欢迎，我讲我吃过了。再带着兄弟回到屋里呢，屋里饭已经吃过了，那么屋里爷娘问了，那饭吃过啊？跟我也只好讲吃过了。所以我2头醉呢，2头太空。是从小的辰光呢，就是脑子里就有搿能想法，好像没穷了，就会被人家看不起啊。周宝奎出生于粤剧之乡盛县，因为家境贫寒，11岁的他被父亲送进科班学戏。当时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个矮小的女孩会在以后的粤剧舞台上大放光彩。师父裘广贤希望她像京剧老旦李多奎一样风光，便改艺名为周宝奎。他果然不负众望，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老旦形象，像珍珠塔中势力的姑妈方朵花，红楼梦中老祖宗贾母，以及孟丽君中的国泰等等。周宝奎被公认为粤剧老旦王，可谓名至实归。而留给观众朋友印象最深的，恐怕就是《碧玉簪》中善良正直的阿玲娘了。多谢母亲。西湖大娘，我个心肝宝贝啊！娘子，母亲的话你可要听啊！根本侬自家来送。叫上西湖，我啊给肉，心肝肉，哎呀宝贝肉。阿玲是我的随心肉，西湖大娘侬是我的随背肉，随心随背都是肉，老太婆杀飞的那2块肉。媳妇啊，侬心宽宽起呼啊呼，见得媳妇来听音步步。阿玲从前太快弄，难为已今朝，太太是来认错。侬可以回到西，哎呀回到东，辛苦的回的是红啊姑。媳妇侬3番百里，已是长远，反正要去湖上住。这种就叫饮食饱啊！我爷俩媳妇就有好结拉姑，心中步步接凤冠，高明夫人与侬做。
碧玉簪作为粤剧传统老戏，原本一向由丑角串演阿玲娘，但50年代末，导演黄沙却要专攻老旦的周宝奎来创造这个角色。是可能的，因为我是演老旦的了，但那个阿玲娘过去才是小曲演的啦，在全国演，突然之间导演派我演呢，我觉着非常困难，甚至我接到这个剧本，我出眼泪水，我觉着我胜不了。后来呢，导演一定非我演不可，决定一定要我演，那么我就动脑筋，我觉着呢小曲演呢，至少把这个阿玲娘呢画出来了。有种全国的东西，我觉着我看到剧本，阿玲娘并不坏，阿玲娘蛮公正，对媳妇对儿子，此事才是很公正，而且人蛮爽朗。不过呢，大约呢幽默啊、风趣啊，可是有的。但是阿玲娘教子有方，婆媳之间又好，伊总归是夸到这个媳妇有道有理。侬为啥不欢喜这个？阿玲为啥不欢喜这个老婆呢？所以这个人物当时不能我的辰光，我要求导演这个剧本的台词要让我自家选择。本来伊拉小曲演啦，这种唱词没个人完整，没个人好。伊啥个小菜场的毛一大呀、螺丝，啥个电路嘛马几样，各种闲话侪有的。那么我得过来呢，我既不像小曲，又不像老旦。我觉得小曲的东西呢，我撇他伊；老旦太正常呢，我也要撇他一点，加上比较正直稳重一点，但带一点风趣幽默。我个媳妇大娘又才又貌，又大又丽，多少个眼味呀！要是来年生个大胖儿子，老太婆是真正的高兴死在了。哎呀，不过这个小丫头好像是新媳妇房间那个丞相嘛。丞相，丞相，哎，丞相看见老夫人。上座，丞相来。丞相，老夫人都要问侬看了。老夫人，你要问我什么？丞相，那小姐的姑爷好不好了？小姐的姑爷嘛，当然是好的了。好个，跟那姑爷的小姐呢？姑爷的小姐嘛，小丫头，阴阳怪气、吞吞吐吐的，到底好不好了？啊？老夫人，不是我丞相不能是非，姑爷的小姐可是不上好。是不上好？是啊，自从成婚以来，姑爷他还没有上过6年。啊，丞相，可听侬讲他起来，伊拉小两夫妻还没同过房咯？哎呀，艾玲啊，侬真的那昏断了侬！丞相，看侬帮我去叫伊出来。老夫人，书房里我不去。为啥不去啦？老夫人，你不知道，刚才我到书房里去听姑爷商量，我还没有说几句话，他就骂起来了。要是我再去听他，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。啊，还要打侬啊？小畜生都变得介凶残啊！丞相，跟侬上来不是小家去啊？哎，老太婆自家。周宝奎不但唱得有血有肉、有声有色，而且悦耳动听、幽默风趣，激起了强烈的戏剧效果。碧玉簪的电影放映后，阿玲娘的美名在绍兴地区成为好婆婆的代名词。从那以后，许多观众干脆叫她阿玲娘，好像忘了她的本名。的确，生活中的周宝奎也是一个难得的好婆婆。
我呢台上做个好婆婆，但我台下呢，我觉着我个婆婆也是好的。我个媳妇要生小人了，我马上得请一个人到乡下去请一个人出来，人还没出来，到堂馆我得到。其实呢，厕所间门前门口开出去就是，刚才做菜呢，我想想要保护一个健康。搿堂馆呢，我出衣裳呢，出上我侪我对了。婆婆啊，你是媳妇终身母，婆婆的恩德令地呀父，夫妻不世间有，唯有我是不明不怕受折磨。我不愿与他夫妻哦，只好我问你老婆啊婆，媳妇侬是月亮风筝的一拉姑，不一度来没两一度，前处问处是205处，不得侬中犯错，媳妇啥饭肯夫妻哦，我养什么你只管做什么婆。媳妇啊，侬马个人情结婆婆，夫妻中欢尽谁不啊？婆婆啊，我不愿与他夫妻哦，我情愿一坐担堂风风梦，一情愿一坐担堂来逢爱公啊婆，真是我眼为个好心啦婆，所以为难难生我啊。阿玲啊，侬啥要夫妻和睦嘛？是非侬状元归的妻人啊！周宝奎一直认为，这几十年来能够取得一些成就，除了自己的努力外，还要归功于前辈的指点、同行的帮助以及观众的支持。周宝奎的艺术之路并不平坦，但是他却一步一步地坚定地走了下来。你这口饭去了，我自家并不是欢喜，我也不懂得欢喜啥个喜不喜。那么一进去呢，就是一面就要下一张官司，这一张官司呢是个人下的，就是生死有命了，是概不负责的。来了学习的4年期间呢，父母是不得来往的。那么跟那个情况，我的妈就答应我的，后来呢，就离开屋里来了看班。但是看班呢，也是来了一座庙里，也是蛮艰苦的。那么就是老师教，文化呢也没个搿能光。教个辰光呢，自家觉着过了1年呢，我心里想想，爷娘看不见，因为人小嘛，总是想爷娘了。我想我不学了，我带着一个同学呢逃了，2个人一道逃。大家鞋子穿了裤子裆里，赤脚到一道到这个半山嘛，结果老师来追了，追着阿拉2个人一道追着呢，有一个我这个同学呢，老师就放他了，我呢把我抓回去了。其中呢，因为我嗓子比较好，老师看中了，所以这个情况我对嘛抓回去，我们从此以后呢，也就不想再逃了。心学习。往日往昔与最长，真不叫哀家把心操。他们是一股当班大粗帮，
一股滴进了迷魂烧。是这样举案不思维，难免要身在不中把误中。王儿啊，常言君正正在言，所的重担你要好思挑。王下有道气焰不少，帝王家金石里当场压掉，一家毕竟年事高，总不能时时得操劳。明日里真相爱，今天为生真发落，一家要把你我靠一靠。满师后，周宝奎先后进入了一些当时沪上有名的越剧团，继续在实践中磨练自己的表演艺术。1952年，周宝奎加入了总政文工团，随后他同战友们一起赴朝慰问演出。对于周宝奎来说，那是一段难忘的经历。现在是要谁这原来是4年后后来呢，我进要那个叫小单会去的。1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，是吧？7年呢，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到上海来演出了。那么47年呢，小单会全部都身亡了，小单会死掉了。小单会一死呢，所以那个阶段呢，是从单轨阶段改成玉兰阶段。玉兰阶段呢，好像是姐妹班了。要变成姐妹班了，姐妹班呢，生意要是好一点呢，大家工资分得多一点；要是生意不好呢，那就工资少一点。可能1演2演呢，倒也比较好，也到后来呢，是19年解放了。因为阿拉搿只阶段呢，人生育那比较细，没细整啊。那么总政文工团来了，不仅总政文工团要一只阶段。要一直觉得呢，一种上海滩看过来人，那个种玉兰阶段呢，人马再强，蛮好啊。那么意思是固定呢，要阿拉玉兰阶段进总政，结果玉兰阶段呢，统统进上总政。很久么，快过去接。周宝奎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他和老伴已经相依相伴走过了近50年的风雨历程。老伴儿是一位建筑师，虽然两人职业不同，但却有着共同的爱好，那就是对越剧的热爱。因为我的先生呢也欢喜文艺的，因为在拉武进，我先生是搞建筑的了，也欢喜越剧，但人呢是我同乡人，也是神州人。
那么一位拉五斤，我有时要连连唱呢，也会得我拉的。跟那样子一来呢，能上19年也有了感情。黄埔满家换马公，岂有在国他民安风雨了。王儿啊，吕高要靠根基牢，故岂能够去插脚？什么？君是爽，臣是水，张乾坤又是水上银帅半里了，神风神水好下去，热风热水都难逃，更何况这就只是能反追，遇到是天高不算高，人心地高，天子啥能从阴哦，尽须江山天好，今日里上把过年比儿媳，在里边得是轻重安慰，你要细配瞧啊老伴虽然不善言辞，但给予周宝奎生活上的悉心照料和事业上的全力支持，让他没有后顾之忧，更好地在舞台上塑造一个又一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。那个家庭的事是妹妹们，人家房子的人呢，谁管我夫妻好，那个先生对侬家好，那么我有些话，因为我不要弄对了，有种事情。要来经常来又关心我吃啥，我还眼睛有麻烦了，所以伊拉有些人讲我，侬个人不知足，我不是不知足了，我眼睛又管得太多，好是好，那么唱戏了呢，也会得提醒侬，有时呢电视的侬，或者要改个地方的侬改正，是吧？那么伊们也不啊，搿种不是谁来的，上国门啊，搿种谁来的，是吧？跟我有时呢，因为我也播视频点，我也不我没晓得。比方我唱到一段，是吧？这个叫水下风过富，水下风过啥地方一个听众婆婆就问过，高明夫人与农村啊，搿个地方呢，光有一个歌名，搿歌我不懂，来伊呢晓得个。来米来头啦，都来米头啦，伊拉以为得启发了，所以搿种呢，要是伊不启发我呢，我就忘记，我也不晓得，所以来了一道呢帮助是确实蛮多。我看侬开忙头的进啊一叫，三人对对无所毛，
如果侬祖籍地来遇见高，怎能生存当王？如果侬是下方地遇小，高举真相，就让婆娘引出了。从爱我外来了后的，农村命里做指定，穷举跟那家有亲。姑娘一眼看得准，侬是经商经事难干身，放心啥有高官做，自己是了龙康好度度人生。放心侬啥有高官做，少许平常会太动心。放心侬啥有高官做，6月王五岁结冰。放心啥有高官做，我皇帝出国我点麒麟。放心侬啥有高官做，自己是没娱乐东山在心声。高中人物是本性，皇帝至少保家人，虽侬穷贵最好用，才回来找侬个保交房亲。周宝奎出演《碧玉簪》中的阿玲娘时才42岁，那时尚未当上祖母，而现在她已经是80高龄，并有1个孙子1个孙女儿。尽管现在已经离开了粤剧舞台安度晚年，但是她却总是闲不住，不但到处去看戏，还时常应邀登台演出，而且雄风不减当年。当然，人们最希望听到的还是那段手心手背都是肉。来接过你家表兄，表兄，小妹明你，表妹女兄只想玩你了。我拿着王夫人与公子到。哦，王爷兄来了，快请快请。